HKMA ViuTV 及 Now TV傑出市場策劃獎慶祝40週年，作為香港歷史最悠久嘅市場策劃獎，表揚近1000項市場推廣計劃同策劃人，確立業界指標，持續創新。個人獎項方面，每年都頒發優秀市場策劃專才，嘉許喺綜合市場推廣或專業表現卓越嘅市場策劃人。帶領機構取得卓越成果嘅市場策劃領導者，將獲頒發傑出市場策劃人、年度最佳市場策劃領袖，將會獲得 ViuTV 最傑出市場策劃人嘅最高殊榮。獎項匯聚行業領袖，推動業界發展。立即參加2025年 HKMA ViuTV 及 Now TV 傑出市場策劃獎，卓越營銷，璀璨40。